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解多個播放盒如何設置同步窗口。首先，我們需要知道什麼叫做同步窗口。我們可以先看一下，就是像這種由多個播放盒搭載的多塊相同大小的屏幕，在同一時間播放相同素材的窗口，就叫同步窗口。那麼同步窗口應該如何設置？首先，我們需要使用 Player Master 軟件。我們打開軟件，點擊節目管理，點擊新建，這裏設置屏幕的實際寬高，點擊確認，點擊加號，點擊同步窗口，選擇需要播放的素材，點擊打開，點擊最大化，點擊右上角發布，選擇需要播放素材的所有播放盒，點擊發布，即可完成同步窗口的設置。